欢迎收听10月22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以西结书的6章1到14节。以西结书的6章1到14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呢，上帝要让我们认识一件事，就是明白谁才是主。在今天的话语里面说到，他们会明白我是上主，我警告他们的话不是空话。什么样的警告不是空话呢？不论是我们年轻或者是年长面对朋友，面对家长很多时候会经历到别人的提醒跟警告。可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警告是来自于警告你的人他内心的限制和视野的局限，还是说这个警告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如果是真理，就一定不是空话，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而我们也不断的还在寻求跟发现。在这里呢，上帝对以西结传达一件事情。今天的经文说，必朽的人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群山传达我的信息。上帝用必朽的人这样的一个形容来向以西结说话，要以西结这个必朽的人让人知道谁才是主。讲到必朽的人，我们其实都很明白一件事情，每一个人不论他出生是贫富贵贱，都很公平的需要面对死亡，这个不是空话。而上帝呢，他要责备这些拜偶像的人，也不是空话，因为上帝他有很清楚的话语，要这些属他的百姓专心来倚靠他。如果上帝警告我们，一定不会是空话，因为他是那位创造主，他是那位公义而且信实的主。既然是信实的主，他所说的话就必定会发生。而这段预言在后来真的就在以色列民当中发生了。这些寻求偶像、敬拜偶像的人，最后却没办法让他们所敬拜的偶像拯救他们，因为他们所敬拜的偶像没有办法救他们。那些可以救他们的，可能是想象或是空话。可是上帝对这群违背他的人所要施行的审判，却不是空话。后来的以色列人真的就是亡国，被掳到巴比伦，而且这样的一个归回被掳不仅是一次而已，真的是看见上帝在历史中来掌权。而我们这微小必朽的人怎么样来回应呢？很多时候透过我们所在的环境，我们真实的来认识这位上帝。他不仅是在顺境中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他也是在逆境中带领我们度过的上帝。对有些人来说，在这个顺境中可能是一种审判的感受，因为他没有得到这顺境的好处，反而在顺境中失落了。而在逆境中呢，也不一定完全是坏处，因为在这个逆境里面，我们可能也要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很多人在疫情当中呢，发现了很多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在疫情中很真实的去思考自己生命中的空话有哪些，自己生命中的实话又有哪些。于是他们从这些实话开始，找出了自己要走的道路。感谢上帝，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今天上帝在对我们说的不是空话，他让我们确实经历他话语
在以色列民中实现。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有效，仍然应验，因为这位神是真实的，不是空的。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些话语，我们要每一天的转向他，让我们不敬拜那空谈的偶像，而是要敬拜这位实实在在永活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主啊，就像你今天在这段话语说的，主啊，面对我们这必朽的人，你却是怜悯慈爱。即使我们是必朽的人，看似好像会面临到那个死亡的困境里，主，你却拯救我们。你不要我们全然败坏，你不要我们深陷黑暗，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或许是用我们觉得感受好的方式，或许是用我们必须要回转向你的方式。总之，主，你就是要救我们，救我们脱离黑暗，脱离虚假，脱离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面对这个时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今天的话语提醒我们，你是活着的主，你是信实的主，你必审判，但主，你的定义是要拯救。让我们每一个人再次经历你，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聆听今天的迦南之声。上帝要我们再次在今天真实经历他的信实，他爱我们也不是空话。我们明天见。